Hello，我係營養師阿 Lin，咁我咧已經做咗營養師差唔多20年㗎啦。中意睇世界盃嘅朋友咧，可以試下啲實用又好味嘅零食，幫你保持精神。例如啦，可以食香口膠啦，或者飲薄荷茶，因為薄荷味咧其實可以提神醒腦㗎。飲一杯黑咖啡啦，或者綠茶咧都可以提神嘅，不過唔好飲太多啦，因為都驚影響心跳跳得太快。高蛋白嘅小食，好似 energy bar 啦，或者烚蛋都可以慢慢咁樣提供到一啲能量俾我哋，幫大家保持集中。水果切片，例如橙啊、提子或者蘋果啦，都含有豐富嘅維他命 C 同埋天然糖分，快速咁幫我哋補充翻體力。可以再加啲堅果，例如核桃、杏仁、腰果，健康咧又可以持久咁提供能量。健康嘅焗薯片或者風乾嘅蔬果條啦，都係唔錯嘅選擇。當然咧，要記得保持充足嘅水分，多啲飲水，避免脫水咧，令到我哋帶嚟嘅疲憊感啦。除咗飲食之外咧，記得要經常做一啲伸展運動，促進翻血液循環，咁你先可以喺場比賽入邊咧保持最佳嘅狀態，享受咧呢個比賽嘅每一刻啦。